九巴再有一款歐4巴士即將全數退役，現時只係得返最後一格仍然服役中。呢款巴士就係 Scania K310UD， 車隊編號 ASU。我喺幾個月前開始拍攝呢款巴士，因為見到佢哋嘅數量越嚟越少，拍攝嘅困難度亦都隨之增加。而家就同大家重溫呢幾個月嚟我影到嘅 ASU 巴士啦。就喺2025年12月嘅某一日，我身處喺葵芳廣場對出嘅行天橋，離遠見到有一架 ASU 啊，即刻舉起手機影一影先。離遠望到個電牌啦，呢架巴士行走43號線啊，由荃灣西站開往長康。至於個車牌號碼仲未睇得好清楚啊，等佢再駛前啲先。佢啱啱就過咗燈啦。好啦，我終於睇到啦，佢嘅車牌就係 PC3112啊，車隊編號係 ASU15。巴士而家就打住咗燈啦，cut 線啦，佢就準備停靠新都會廣場嘅分站啊。影完頭先嗰架 ASU 之後咧，擰翻轉頭過嚟呢邊就見到有架 ATEE 行走37號線。呢個時間繼續觀察下43有咩車嚟先。我企咗喺度一陣間，今次見到係連續兩架43喎，前後車一齊到啊。前面係一架紅蛋，而後面咧就係我嘅目標啦，又係一架 ASU。我而家就喺度繼續細心觀察啦，睇下望唔望到架 ASU 係咩車牌先。呢架個紅蛋喺度 cut 線度遮住咗個車牌，睇唔到添。終於睇到啦，車牌係 PC3760，車隊編號 ASU16啊。佢而家都係準備停靠新都會廣場嘅分站。另一日收到朋友嘅可靠消息啊，佢話荃威花園有3架 ASU 出現，而家就喺荃灣富華街嘅巴士站等緊 39A 同埋 39M。過咗一陣，真係有架 ASU 行 39M， 即刻上車先。咦，對面又有一架喎，都係行走 39M， 但係睇唔切個車牌號碼。順帶一提啦，呢個小巴站咧有好多低配小巴喺度噶，佢嘅位置咧就係荃灣中心對出。當我上到嚟荃威花園總站，落車冇幾耐，見到又有另一架 ASU 出現啦。佢正在行走 39A 線，因為呢條路線咧係循環線嚟嘅，所以佢到達荃威花園之後咧就會即刻起程翻去荃灣西站。呢款巴士嘅特色就係，當佢熄咗匙之後咧，個電牌都會同時間熄埋噶，所以如果想影到呢架巴士行走咩路線啊，要影到個電牌，一定要佢着咗車之後先影到咯。頭先我坐嗰架 PC6346又準備開車啦，開翻落去荃灣站，但係好可惜啊，冇辦法，因為頭先架巴士咧停靠喺孖坑嘅右手邊啊，唔方便輪椅客上落，所以唔好意思啦，輪椅乘客只好等待下一班車啦。頭先我搭車上嚟嗰陣咧，對頭有架 ASU 係落緊山嘅，轉個頭佢已經翻到嚟啦。車牌號碼 PC3760啊，同樣都係行走 39M 線。喺度提到大家一次啦，要影到個電牌咧，必須要係架巴士着車嘅狀態先影到嘅。熄咗匙之後咧，電牌就再冇顯示啦，就會呈現呢個狀態。我跟住落翻荃灣站，繼續揾其他嘅位置拍攝。呢款車同我之前介紹過嘅歐4 Enviro 500有個共通點，就係因為受到環保政策嘅規限啊，佢哋唔可以行走一啲低排放區嘅路線啊，所以好多時都係會被安排行走一啲區內路線啊。喺荃灣同埋青衣呢啲地區就比較容易見到呢啲舊款巴士，所以最近幾個月我影到嘅 ASU 巴士咧，主要都係集中喺葵青區啊。除咗九巴，現時陽光巴士咧都有2架嘅 Scania K310UD， 之前係屬於九巴嘅 ASU4 同埋 ASU17， 佢哋主要都係行走寵物巴士路線。呢一日好幸運地啊，喺北角返工期間俾我見到呢架 ASU4 啊，車牌號碼 PC253。另一日嚟到工業貿易大樓嘅巴士站，本身我係想趁呢個巴士站停用之前影多啲相做記錄，估唔到俾我有意外收穫。當我喺度等緊巴士埋站嘅時候，喺我眼前突然之間出現咗呢架黃色全車身廣告嘅寵物巴士啊！最近有巴士迷講起陽光巴士嘅呢2架 Scania K310UD 嘅去向未明，未知會唔會由其他巴士去取代。
直到近期，九巴只係剩翻最後一架 ASU 仍然服役中。喺呢一日就收到個消息啊 ，PC3996 正在行走 6D 線，所以我就嚟到牛頭角總站呢度等候。啱啱有一架 6D 開出咗，我相信後車呢就係 ASU 啦。相隔冇幾耐，離遠望到有一架車身外觀與眾不同嘅巴士駛入牛頭角總站啊！冇錯啦，佢就係 PC3996，車隊編號 ASU18，行走 6D 線，啱啱返到牛頭角總站。由於呢款巴士只係剩翻最後一格啦，所以形成咗一個小型動物園啊！所謂嘅小型動物園呢，就係有一啲巴士迷啊，比較熱衷去追呢一啲舊款巴士啦。大家都喺度影相啦，但係記住，影相嘅同時呢，千祈唔好跑出馬路嗰度，以免發生危險。咁趁住開車之前呢，就行去車尾嗰度影一影架車先。根據網上嘅資料顯示咧，呢架車喺嚟緊嘅4月27號行車證就會到期啦。未知九巴會唔會將呢架車續牌，定係會將佢退役？我決定把握機會乘搭呢架巴士啦。好啦，就趁呢個時間好好享受一下車程先。今日呢條片都差唔多啦，中意嘅請你記得訂閱、留言、讚好、分享。下次想我去拍啲咩，或者你哋想睇啲咩呢？記得喺下低嗰度留言話俾我知。好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